这里呢是台湾最美的地方——老梅绿石槽。那我自己很喜欢这边。然后这里只有在清明节的时候是最漂亮的。那我爸爸过世了很多年，我来到台湾之后，我没有办法去扫墓，所以每次在清明节的时候，我来到这里，看着天空，看着浪花，想象自己在跟爸爸说话，然后我就当作来这里是为爸爸扫墓。这应该是我在2岁多的时候，爸爸抱着我。对，后来其实都很少有机会拍照。对的。哪一个是你？这是妈妈。有一次我的塔罗牌师啊，他利用那个灵摆，帮我侦测到了哇，我爸爸的灵魂一直待在我的左右，陪伴我在台湾。我听了非常的惊讶。哇，他是保护我吗？还是怕我发生什么事情？还是我不够坚强，所以让他很担心？所以我心里面很纠结。一方面，我好开心，我跟他很靠近；可是另外一方面，也很担心，说他是不是应该去往生才对。所以，因为这个事情，我有一点自责。刚刚讲的塔罗牌师的事件，大概2、3年后，一直存在我的心底，因为毕竟我自己也看不到他。OK，然后刚好那个时候电视台节目邀请我参加，就是父亲节的特辑，我就想说，不如借这个机会写一首歌给爸爸。然后刚好那时候是他过世第19年，然后想透过这首歌曲表达我对爸爸的思念。同时也希望他可以放心，然后不要担心我，可以自由的去飞。梦中的彼岸已经是9年，哦爸爸，我會照顧好自己。爸爸，我现在其实过得很好。加上不久前我遇到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进了医院，我也撑过去了。我觉得我变得更强大了。然后妈妈身体也照顾得很好，然后我会陪伴她，走完人生这一条路。所以其实希望你可以安心的、好好的去往生。